近期香港有個大新聞，你知唔知？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正式啟動試運行。國家15規劃明確支持香港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話：呢係發展香港黃金交易基礎設施的重要一步。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全球超過60%的黃金需求來自亞洲，但定價權長期由倫敦同紐約把持。香港係唯一可以將內地龐大實物黃金供需同國際資金無縫對接的離岸市場。李家超話：香港正打造由交易、清算、定價到倉儲的全產業鏈黃金生態圈，目標3年內將倉儲容量擴展至2000公噸以上。呢套基礎設施落成之後，令香港由傳統黃金貿易市場升級為集交易、清算、定價、交割於一體的國際黃金交易中心。作為香港黃金交易所 A 類141號註冊行員，萬洲金業一直嚴格遵守行業監管條例，依託香港全球金融中心的區位優勢，為全球投資者提供安全、規範的貴金屬交易服務。在全新的中央清算體系之下，萬洲金業會繼續秉持合規經營理念，協助香港鞏固國際黃金交易中心的領先地位。正如李家超所言。